1919年，巴黎召開咗第一次世界大戰嘅和平會議——巴黎和會。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，滿懷期待咁嚟到，渴望可以收回被日本強行佔據嘅山東半島主權。然而，會議一開始嘅時候，佢哋就發現事情係冇咁簡單。衛軍，我啱啱得到咗消息，日本代表牧野伸顯絕對唔會喺山東問題上面讓步。佢哋要求無條件接管德國喺山東嘅一切權益，而英法意等列強為咗拉攏日本，已經私底下承諾咗支持日本嘅要求。我哋好難藉住今次嘅和會收返山東。團長，呢啲我早已經預料到，但我哋絕對唔可以因此而放棄抵抗。山東係中國不可分割嘅一部分，係孔子嘅故鄉，有住大約3600萬嘅人民，係中國文化發祥之聖地。以經濟言之，人口既已稠密，競存已屬不易，此有他國侵入期間。不過如欲土著而已，亦不能為殖民地也。但係以我哋嘅實力，我哋可以攞啲咩去抗議啊？攞事實，攞公理，攞出我哋不屈不撓嘅精神。靜婷，請你幫我準備好資料，我要令和會中嘅嗰啲列強聽到我哋中國嘅道理。喺會議上，顧維鈞獲得咗發言嘅機會，佢所面對嘅係日本代表牧野伸顯。一半為協約國付出咗巨大嘅犧牲，我哋佔領咗德國在山東霸佔嘅膠州灣，並事實上控制咗膠濟鐵路。日本有權獲得呢啲德國嘅戰利品，加上中日兩國已經簽訂咗山東問題互文，代表咗中國國民政府早就已經欣然同意日本喺山東嘅權益。主席，各位代表，牧野先生啱啱提到咗日本對德國嘅佔領，我想指出中國對德國宣戰，並且派遣咗數十萬士兵遠赴歐洲，用血肉之軀支援前線。中國嘅犧牲，難道就係為咗從德國嘅控制下換到去另一個國家嘅控制？至於牧野先生所提到嘅山東問題互文，我而家提醒大家，嗰啲條約喺21條嘅要求下，被武力威脅下簽訂嘅。而中國對德國宣戰之後，根據國際法，中德之間嘅一切條約經已自動廢止，山東嘅一切權利理應回歸中國，呢啲係物歸原主。山東係中國文化嘅發揚地，3600萬嘅山東人民全部都生於呢度，佢哋喺血緣上、文化上都係不容置疑嘅中國人。中國人唔可以失去山東，就好似西方唔可以失去耶路撒冷一樣。全中國嘅人民都以為中國終於可以奪回山東主權，但係消息傳來，英美法三國最終決定將德國喺山東嘅全部權益俾晒日本，中國嘅要求全遭拒絕。豈有此理！明明道理喺我哋身上面，點解全世界都偏袒日本？我哋嘅國際地位太低啦，士兵又唔夠人多，武器又唔夠人先進。消息傳返去中國，舉國震怒。1919年5月4號，北京大學等院校3000多名學生喺天安門廣場集會遊行示威，其中有過千學生被捕。呢件事激起咗天津、上海等大城市嘅罷工同埋罷市運動。中國人更加號召抵制日貨，全國人民一齊站起來，要求外交拒絕簽字，並向日本作出反抗，不再退縮。而家全國發起示威，要求我哋拒絕簽字。如果我哋簽咗呢條條約嘅話，中國上下咁多人都會好嬲。山東作為我哋中國嘅領土，絕對唔可以俾其他人。但係，而家我哋已經冇能力去作出反抗啦。唔可以簽落呢條賣國條約，就等於我哋認輸。我哋點樣對得住祖國所有嘅同胞？我哋要奮鬥到底。1919年巴黎和約簽署之日，和會秘書處多次致電中國代表，催促佢哋簽字。係嘅，我係顧維鈞，中國代表團拒絕喺凡爾賽和約上面簽字。和會結束咗啦，顧維鈞一打開門口出去，一大班記者就即刻湧上嚟追住去採訪。顧先生，你哋真係冇簽字啊？冇。你哋點解唔簽咗字之後再爭取呢？簽字就等於承認咗山東嘅轉讓，中國唔可以做咁樣嘅事。我哋反映過，都俾人無情拒絕。即使我哋孤軍奮戰，都唔可以放棄。今日我哋全體一致決定唔簽字。但係你唔驚得罪西方列強或者係日本佢哋咩？我曾經講過，中國唔可以失去山東，就好似西方唔可以失去耶路撒冷。今日如果我哋簽咗名，咁我哋嘅努力就白費。我哋唔怕得罪人，我怕嘅係我簽咗字之後，中國嘅領土會任人踐踏。顧先生要上車啦！中國代表團離開咗。1919年6月28日，
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，呢個消息震動咗世界。佢簽咗之後，山東問題並冇解決，中國嘅外交處境依然係好艱難。顧先生，團長嘅船已經嚟到咗啦。離開之前佢交代，和會之後嘅事務由你全權處理。我哋之後應該要做咩呢？和會已經結束咗咯。和會結束咗，但係山東問題冇結束。我將和會期間嘅所有文件、各國嘅回覆、會議記錄全部整理咗一次。呢啲資料將來一定用得上。只要我哋唔放棄，機會總係會有嘅。1921年，北洋政府派出代表團，首席施肇基、顧維鈞負責交涉。佢哋喺巴黎和會上拒簽凡爾賽和約，為國人爭回尊嚴。顏總長，如果唔解決山東嘅問題，我哋就不得安寧。巴黎和會我哋拒絕簽字，贏得民心，爭回國權。如今華盛頓會議係解決此事嘅機會，我哋唔可以貪心，但係必定要爭回國權，拿回領土，絕對唔可以退讓半步。顧維鈞嘅話字字如鐵，佢喺度為同胞爭一口氣。各位，本會議係希望保持和平。中國代表請陳述意見。主席，各國代表，中國要求尊重我哋主權同埋領土完整，廢除一切嘅不平等條約。山東問題喺巴黎和會未能解決，德國喺我哋山東嘅權益，我哋認為應該直接歸還中國，而非轉讓俾日本。呢個係中國人民嘅要求。山東問題與本會議無關，中日早已經簽訂咗協議，應該另外談判。嗰個係你哋強迫我哋簽嘅21條，中國從來都冇承認過。英美代表希望今日你哋可以俾我哋中國一個公道。顧維鈞嘅堅持令英美代表深感認同。如果上述會膠濟鐵路，中國需向日本借貸，否則我哋唔會同意歸還膠州灣。今日真係繼續控制我國嘅鐵路，呢個係主權嘅問題，唔係生意。山東係中國嘅領土，鐵路亦都係中國嘅。我哋已經讓步歸還膠州，你哋仲想要返鐵路？嗰個係你哋喺我哋呢度搶奪嘅。今日喺華盛頓會議，我哋唔會讓步，我哋係為我哋嘅同胞攞返應得嘅權利。1922年，顧維鈞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解決山東問題原案條約，其中規定日本撤出山東省，膠州灣嘅主權歸還中國，膠濟鐵路由中國贖回。我哋做到啦！膠州灣主權嘅歸還，贖回鐵路，呢個係我哋嘅勝利。從巴黎和會嘅拒簽到華盛頓會議嘅堅持，我哋成功為國家爭回尊嚴。維鈞，你嘅責任感成功咁保衛咗中國嘅尊嚴，國人都會記住同埋感恩你嘅。華盛頓會議落幕，顧維鈞返到中國之後，成為外交總長，繼續為咗廢除不平等條約奮鬥。佢嘅一生都背負住唔同類型嘅重大責任。背負國家命運嘅走向，從喺巴黎和會拒簽，去到華盛頓會議時收回山東，佢用行動話俾世人知，外交家嘅責任就係為咗爭取國家尊嚴。即使喺全國人民嘅壓力底下，佢都始終清楚自己嘅責任，堅持為國民重奪公道，攞返山東，保衛國家尊嚴，就係顧維鈞生平最大嘅責任。